珍。大家好，我是金泉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娜。大家好，我是姜老师。姜老师好。大家好。欢迎大家来到5分钟的台语教习稿。我们上个星期呀，2、3米，我来复习一下哦。我甲伊车大米，我甲伊啉豆奶。对，我甲伊啉咖啡，甲食肉粽。哦，对。啊，即摆我，我甲伊啉茶，甲食海参糜。哦，真好，都过关哈。过关啊！所以我们观众朋友有没有过关了？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学啊，是找工作和工作哈。好，我们常常会有亲朋好友啊，或者是我们的邻居啊，会问我们说：“你做什么工作？”你食啥物头路？头路就是工作嘛，老师。嘿，你食啥物头路？啊，是讲你的头路是啥物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学老师，我们先学工作。头路。头路。你的工作是什么？你的头路是啥物？你的头路是啥物？你做什么工作？你食啥物头路？你食啥物头路？好，食啥物头路就是你做什么工作？头路是啥物？有一句广告是“头路伫倒位”。老师，这一句啥物意思啊？头路伫倒位，就是你毋知你的头路是要做啥物啊，还是讲你咧找头路？哦，这是不是工作在哪里？对，就是安尼嘿。哦，老师，那沿着这一句呢，我们来学找工作。迄地叫找，那找头路。找头路。我要找工作。我咧找头路。我咧找头路。找头路的是找工作啊。好，但是有人如果就问我们，你工作是什么？我们要回答对方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回答呢？比如阿珍的工作就是社工，所以老师，如果我回答我是社工，这么说，老师？我的头路是社工。我的头路是社工。老师，我搁讲一遍好不？好。我会讲，唔是哦，我会工课，我会头路。对，会使你讲一。我的工课嘿。哦，我听我的邻居安尼讲，我的头路是社工。好，那金老师，我的工作就是通译，那通译台语怎么说？通译。通译。我的工作是通译。我的头路是通译。我的头路是通译。好，清泉试试看哦。我的头路是通译。对吗，老师？会使跳舞嘛吼？有跳舞嘿。好，来轮到娜娜。老师，我有当时啊，伫外口是咧教印尼文，迄个台语，安尼我讲敢对？对，你会使甲伊讲，我是咧教印尼文的老师。哦，我是咧教印尼文的老师。对，老师，可不可以慢一点？不然我们都跟不上了。印尼语。印尼文吗，老师？咱用印尼语吼，咱较念的时阵，咱讲印尼文嘛会使。伊后来来讲印尼文的老师。印尼文的老师，所以就印尼语的老师哦。对，就是教印尼文的老师。教印尼文的老师。教印尼文的老师。我是咧教印尼文的老师。我是咧教印尼文的老师。是，太长了啦。那伊的工课咧做老师，袂讲我是老师咧教印尼文，嘛是会使嘿。我是老师咧教印尼文安尼。我呢5分钟的台语教室，这周我们到这，感谢老师。感谢老师。好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大家记得下面要留言啊，喜欢学什么主题，让我们快配合大家。